嗨啊，各位聽眾，歡迎落嚟邊啲學嘅節目。今仔日真正歡喜，因為新正愛到了。今日是幾號啊？我這是特別嘉賓。OK，暫時係就先我真正係特別嘉賓，你要介紹你人。即係禮拜咧參加我哋邊咧學見嘅錄音咧，等我確認啦，這是幾號啊？頂一禮拜兩聽你做過嘅，告訴八號是唔是真正好聽咧？今仔日是車子恭喜發財！等我開話特別嘉賓嚟先啊！恭喜發財，各位特別嘉賓恭喜發財嘅，你是車子哦，咱無去拜正。哦，嗱我介紹特別嘉賓先，出去拍字。出去拍字，當出去要拍字，但是要幫配嘅，mute 你咪去先生啊嚇！我車字先正是乜咩人？我俾特別嘉賓介紹佢，一啲介紹佢去對面，普吉字吧，喂，喂，就去得落去 ，shit， 喂，喂，我咪係suspension mount 嘅處理。Lucky， OK， 等我特別嘉賓咧是介紹佢老趙生舅舅。大家好，新年快樂！新年快樂！你會記我會記錄啊，我會記第二個。แล้ว個小家大媽走去放炮，唔知對嚟未？去看放炮。對嚟了。恭喜我仔大家紅包寄來。來，亂咁樣搞應該咁樣叫我紅包，我燒皮包本咧紅包皮包。我們愛。對W PayPal account 咩？哦。OK， 加 PayPal account 和我加三九九，แล้วก็แล้วก็economy 無好啊，落價啊。แล้วกิน20塊。แล้วกิน攞ข้อมูลสัตว์。哇！你講個接我講20塊，你講攞講。我冇講了嘛，攞ข้อ USD 啊。攞ข้อ B 金。攞ข้อ B 金，แล้วก็燒撈苗掉。攞面到啲後背，小驚後背，後背會。แล้วก็要換光強因為在哈，แล้วก็要試到啲 Australia 嚇，喂企驚，黃黃包啊，你企驚，喂企驚。紅包啊！當然我諗嘛，等陣小驚攞面攞嘛，對面報掉咯，頂多是舊應該就學紅包，但係驚佢就背就對咯。你驚是出幾個三二股小股啊？你驚小股？แล้ว要試 Australia 要試歡迎。John 好無？隔兩人好無？究竟我知啊，你先正對邊究竟我知。無啦，對邊咧我個月夠攤對嘛。個月攤對，你要試你感覺你話叫做特別曉咩？曉啊！你試啊！你就來就引導啊！哎呀，當然是就是曉，你曉是我曉。我未曉啊，留意就去曉，當了啊。留意咪使曉，博同冇分點同埋知嘅嘢。留意真曉啊 ！ICI 波啊，留曉咯，佢哋叫。留曉就是都留曉啫。車哥，你諗知唔知？咁會講車哥是成節啊，架車哥嗰個三節後攞嚟計，佢你隻 room 又是會啊，是佢朋友有一架車，佢這拜唔知幾時啊，叫幾節事，嗰啲是車子嘛拜字，所以車哥是咁會成節，攞嚟計佢講足意。了，就落嗰等日等個住，有時又 OK， 感謝，有時講我拿嚟拿，然後拿嚟拿獎，了。先正時就比較正，冇嘛，就幫羅卡咪正。等陣我一直喂，哦天公啊，個有自己，哦，一個有老椒，烈龍歡迎，恭喜恭喜，變得酸你個烈龍。偏你想你個，偏的酸。OK， 我嚟介紹佢，就是講偏的酸嚟，確定我到底嚟介紹啫。介紹講就係偏的酸嚟。你一個我哋真正特別嘅嘉賓，阿摩歡迎。
大家好啊，恭喜發財！咁樣我哋咧介紹先，咁恭喜發財，恭喜發財！我介紹先，咱各位聽到這個聲咧，就是頂到底我放嘢，邊啲福建放嘢，頂住有放嘅，你阿嬷啦，到底 YouTube 啊，講阿嬷話啊，就是只間阿嬷咧，小姐是正阿嬷，又唔是你阿嬷生嘢啦，你講阿嬷塔搭阿嬷車啊，阿嬷生是正阿嬷咧，冇見嘅，你有硬嘅，你冇硬。你要唔介紹？你一講福建話你搞哈，所以人聽到講得聲嘅嘛，所以唔知講話你厲害，你是即係阿嬷咧嘛。所以八字嘅時呢，我都比較要啫。人八字阿嬷啊，八字人個自己跟他女一人咧，甲我甲阿龍。甲龍，嚇，即係妹阿龍，即係咱嚟拍殼，咱每下做咩事都有興趣讀福建，咁咩事有興趣讀，特別是邊啲嘅福建。特別波，等日俾機會咪錄，冇，錄是初男嘛，頭一擺來嘛對。對，初男。頭一擺來卡開剛剛，卡開剛剛啊！你並非剛剛嘅意思本啊？剛剛冇並非啊，剛剛是，I think 是河南話來着，是粵語話來啦。河南話剛剛，你講叫剛剛過日咧，剛剛過日就是破嘅意思啦，是開甲剛剛，就是講一卡開大開甲破，就講剛剛過日。所以咱卡開剛剛咧，就是叫你卡開大，是叫佢卡開剛剛。所以阿嬷你卡開剛剛咧，當然我妹妹你幾時聽到邊啲福建嘅呢？安怎會捌到邊啲福建物嘢？應該是在4年啊，4年的我去台灣嘅時啊。哦。06年啊。哦 ，OK。喏，唔是06年，2006年。06年。2006年是你聽到你是怎麼說？安怎會去？無數無帶會去找到邊啲福建呢？你就是 search 掉找到，還是安怎找到？我想應該是我係是找福建 podcast。哦，冇福建 podcast 是唔是？冇把你福建 podcast 嘅。對。你當然，睇當今你找到把你邊啲邊啲唔是邊啲福建嘅 podcast 哦，佢少冇個啊？我當今講當然冇去找，冇去找啦。麻雀了。麻雀了。誒，你嗰時邊啲福建對麻雀啦。對。麻雀較邊人較搞哦，講是唔是？撈面邊人較搞麻雀叫講麻雀。然後我未曉時我特別霉啊，知道？有當時我講聽阿嬷，當時我能講時候就參加隻阿嬷話咧啊，實冇咪譬如我得講啊，冇咪蠢啊，冇咪加工，冇咪加工啊嚇。我唔是北海人啊，所以冇咪鬼工。你阿嬷，等陣我覺得對你問你特別當嘅後尾一個question 叫咩啊？問題啦。是俾問你嘅是聽邊啲福建咪是2006年聽起哦。對。你聽有聽我係。我是直聽啦，我當今住喺 Australia 啊，啲早年啊，我住喺長沙啦，啲長沙嘅時我聽較少。哦。啲話對來 Australia 嘅時啊，我就是逐個禮拜聽啦，聽2-3擺。聽2-3擺，你今日做功課啊，各位聽眾，你若是要聽邊啲福建妹，你一禮拜聽幾擺，一擺也無夠，都要聽2-3擺，成個阿嬷嚟介紹。你一個會別記，會介紹啫。我若是去邊啲福建落今日幫嘢，你又佢哋一啲嘅廣告咧。呢隻拍廣告，嘿，特別你看下無安怎會 sustain 為即個 longevity on the podosphere. Come on, girl, press it. So okay 啦，支持啫。咁咩就？假如我哋 donation 嘅 PayPal button 啦，應該去 click 啦。有問咧，特別我個歹勢喎，那是袂讓出嚟我個歹勢喎。
冇人咁你嘛，很壓掉啦。我點嘛？我有 actually 有 PayPal button 啊，是講我唔係係到啲邊嘅迄個呢？邊學嘅嘅幫嘢，到啲 online 就有 donation 嘅 button 嘅。或者那個講，或者我唔知當今邊Malaysia PayPal 嚟啊，係啊，有啊。到時那講邊 OK，使話使吧，特別買我歹勢喎，淡薄。係食隻家己啦。不，若是你愛地股情況，隔得冇得會驚啦，再叫尾頭地殼。就是講你是小姐講嘅喎。即係頭地殼了。講嘅，係地股情況，隔得冇得會驚咯，你再叫尾頭地殼。哦，OK。我明我冇情地殼未睇他，你是我俾講聽 PayPal 是，若是講你買後 PayPal 咧，嘛你自己出嚟咧，你就是去訂你看到廣告，你自己你訂就你我對睇到冇類嘅。OK，搞啦，唔使講實際。你是個有我人嘅阿毛可能都對嚟嚟講，你個有另外一個叫米絲，先知我嚟卡佢剛剛，究竟發仔，究竟發仔，究竟發仔。咁發仔紅包寄嚟，紅包寄嚟，我冇教英國，所以你去夾別人拖，去夾小姐拖。米絲啊，米絲，阿咪嚟，我有發笑。他佢更，並即看他只坑。OK，米絲咩叫我卡佢格格，咪即係我卡住格格。誒，米絲你啲到落去當嘅，馬來西亞是到啲國家。當嘅我到阿拉，我到阿拉，你是唔是做米絲呢？可能米絲到阿拉咯，做米絲。你到阿拉做米絲，阿拉咪是行家借女哦。你應該好啊，你應該包紅包好啊，格掉。我都冇教練啊，等。你見把隻我 PayPal link 是我 directly send 落咯。好咯，這類呢物件。OK，即Jesse 咁點樣？米絲咁時候你少聽，每日按則隨條邊啲學嘅呢？朋友介紹嘅，古巴嘅時有聽啦，古巴嘅時講冇 active 咯，所以當今嘅時。回來這邊呀嘛，回來等阿拉做咁樣，只要散嘅這邊冇咁多做。你寂寞教室啦，你微爸爸寂寞教室啦。寂寞奶奶嘛。係啦 ，lonelyglass.com 啊 ，please， 有拍廣告啫。我個都係物件。lonelyglass.com 啦，寂寞教室，即係即係只線嘅學堂嘅班。家庭等，按照講我哋就講唔使。Anyway，let's move on next。你聽只，你不是聽只歌啦？有 on and off and on 聽只歌。on and off 聽，然後你安尼硬一過，你對你邊咧就咁啦，你記者是翕你小影啊，冇聽咪袂使。冇叮當呢，直到 last time 我對佢是冇人猜話，曉唔曉啊？貴啊！係啦，冇人捌路啊嘛，貴後。嗱，早攞到對佢是硬，直到對佢是啊，就恢復呢。係啦，冇硬啊嘛，咪當啲路對佢就硬啊，是正嘛。係啦，是哦。你今日是看，我都對佢是係你七個月數，所以冇人較濟是人擺毛殼唔是咪菇啊，所以冇咪硬。แล้ว等下七個月，我問你米絲你頂到特別靚是到一個？我是到啦，但係 free school 在哦，講大學嗰邊。在。聽二嗰邊嘅嚇。就我嗰邊咯。哦，你咪是在嗰邊就88啦，咪嘛？對，但係你唔知啦，攞晒你。我講聽啦，我講聽冇咯，但係冇啊嚇，定頭唔知就想講嗰邊咧學嘅你聽就講唔知嗰邊嗰邊咧是一條鈴啊，啲鈴到底嗰邊接到啲鈴杯是鈴頭唔知，唔是你靚靚嘅鈴頭啊，是你 dragon 嘅鈴啊，鈴啊，嚇唔是你靚鈴頭，係你鈴頭啊是鈴杯唔知佢啲流白油啊什麼唔知啦，我定頭咪聽講到底多到底你興意啊邊個，你在嗰邊唔是我有隻做出去嘅嘢。包出去嗰邊，對啦，嚇！我頂到我出去嗰邊白咯，冇看我自己係真啲啊！啊，我咪是去嗰邊寫，你冇看我出去都看冇到啦，我出去咪是真水。等陣我拍廣告就係 Colgate，我哋啊 ，excuse me，冇用 Colgate 嘅，我人用 Sensodyne。Sensodyne，等我廣告咪票啊真，Malaysia Dali 哦 ，Colgate，Colgate，Dali。 Follow me。Raya，咪用咯，Raya
行咯，还没有拉呀，我没听过有新的票呀。係啊，有嘅就伊伊啲 logo 啊是貴搵哪咧，用嘅？啲貴咧 tiara 呀，你昂寶情啊，你有我愛，我愛，我愛。哇，等住你學佬啦，我諗，叫啊叫啊叫啊！我諗的手。哎呀，笑咯！誒，我講聽，我個用 raya，是咪叫咩 raya？Jaya。Raya, selamat hari raya, raya nak besar punya raya nak. Raya ya si, aku suka raya cium kiko, lalu aku pergi Kamda shopping. 都整差冇見賣點嘅，我哋記得咯，都整差冇見賣賣啲係咩？點賣啲係咩？ Kelana 嘅 supermarket 那 lah. 碟， I think 我嘅那唔你呢？即係是媽媽誒，我只 suka，我把刀等於當佢坐我去賣家哈，賣家，賣哪？ My din. 賣啲，個有。都等個特別嘅邊咧，先至我夾邊，真正拜間咧，一人哦。了面試都無對邊人過先正咩？有啊，我對邊嚟嘅，我即係拜一隻對啊，我所以我啲對啦，當劍，你我啲當對啦。我冇對過，啊冇對過，哦有啦，對啊。今日只是幾個，今日只是車字啊，就今日是幾個10個號啊，就。你是對啊。嚇，你對啊啦！我聽係全女聲啊，會，咁樣放炮嘅聲，咁樣嗶，但唔是誒，特別當放炮唔是女啊，唔是放炮嘅，但係是定面叫咩名嚇？爭38啦。38啊，確定兩個介紹。OK，兩個另外一個是，哎呀，但係你冇講嗬，另外一個多羅女畫面係咩？另外一個白嘅多羅烏尼。嚇，多羅烏尼。學嘅話，你 nickname 學嘅話。好啦，我是用日本嘅名嘛，多羅嘛是。沙當嚇，叫你沙當咯。冇啦，多羅烏尼嘛是 very bad 啦，杜那烏尼嘛是sea urchin咯。你嘅名嘅時候學嘅名咧，我嘅名成個多羅烏尼。多羅烏尼。OK，好，叫你搞，我叫你多羅烏尼。多羅烏尼，你看你成日多羅烏尼，哦，佢學嘅，多羅烏尼，你到底比較一下？我到 Washington DC。哦，你咪睇落大細咯，幾寸落潮呀？哇，20幾寸啊，話都槍未驚，哇！有絲冷啊，呢個食。你按照你就可以有冚工哦。就會啊，就會冚工。4點冚咗咯，哦，燒更嚇，燒更4點冚咪薄，得到有啊，得到有呢，你買聲只水啊，講我聽到咪票嘅，到啲 Best Buy 嘅Samsung 都買 Samsung 啊，而且微微娃娃成個是有 Samsung 本啊，是咩？個 BB 娃娃網頁咧是 lonelyglass.com 成個事咧，真個死。哦，寂寞教室我在。希望可以講。我想你講直播教室。直播教室。Lonely Glass，一個依個只學一叫我這裡是一定只叫我這裡咪叫我辦我未記。我等我個小店啊，講故意告訴我特別冇嗬。Somebody 叫我嘛你？是呀，我有人叫你。喂，但我人講皮皮 ，Oh my god！搞一個人叫我200塊美金。哇！先正，有影我有紅包夾了，先正，我紅包夾了。多一年。200塊在PayPal。哇，真係歡喜。OK，搞了。
同我講 PayPal，我以為 email 看到攞乜？係咪你嗌咩？綠卡係開得大咩？成個晚呢，佢世界更過日嘛。我買。哇 ！I know，哎呦，感謝。啊，幫白你哦。唔白咧，白人咧。是講真話。你講下手機好嚇。I don't think so 啦，呢部聽到應該是把你 show， 另外一個 show 嚟聽講嚟。好咯。OK， 攞把卡，我最尾答你。攞把卡ringgit，我冇就退，我就接嘅。OK， 嚟個對戲嚟特別介紹，特別介面介紹俾你。特別嘅啲免講就係嘅啲先正是老咗就係人對啊。免講話哋就轉嚟，嗱使講緊去普羅上地咩你使？講緊去 Australia 去啊，然後去鳥，等陣啊，到了uni哈 ，OK， 到了uni 不該看到。哦，對，但我哋講 uni class，OK， 到了uni，你幾時聽起邊嚟學嘅呢？先知嘛，你是卡剛講呀。無久了啦，好聽。哦，咱怎吹到呢？吹到我看啊，唔知看到 website 啊，上面啊，大 star 報紙看到你嘛。哦，你頂到是到底邊個啊？還是到底？我到邊個嘅？到邊個10幾歲我來這邊嘛。哈。我來這邊讀書啊，做工咯。哦，哇！你是來只久，你來這邊做久了嗎？讀書差唔多夠了。美國啊，20幾年哦，15年哦。哦，你特別我這個特別的 star 看到的是你 already 到美國啦，還是？我 already 到美國了。我想你講20幾年度嗰啲到 star 看到我嘅這 podcast 啊。我睇到 computer 就。係咪嘅 computer 啦？即係往時用講近數啊，講近數啊。講係近數啊，攏知唔知你紅豆咧塔票嘅紅豆啊？攏知唔知塔票？白果蛋係票嘅，白果蛋票嘅紅豆啊 ，Boston Baked Bean，有時接一條線咧，佢去接一條線接過去咧 Washington DC 嘅。OK， แล้วก็另外一個是鳥出鏡，現在真係水本嘅鳥出鏡，歡迎鳥出鏡。有呢個仔。紅包嘅咧，有呢個仔，誒，紅包嘅啦，愛英半啊。哦，你都讀英國啊？冇啦，我對埋入邊。你啲邊人啊？啲邊人貴正啊？是實短期冇讀啲英國啊 ？For good 啦，你讀得太無聊。太想冇咩嘢做咗啊？我咪叫做是冇咪叫做聽邊人學見咯，好笑。我你對邊人咪是冇聽咯，知道？有啦，嗰時你時遲啊嘛，你好笑。哦，誒，鳥出鏡，你是錯路嗎？還是你講過啊？唔想再聽過啦，唔講過。我都冇講過，又不是頭一擺卡佢剛啦。錯，大家離譜。唔要緊啊，我哋人，我講了成個 best star 呢，會去看。Pesta, okay, like Pulau Pinang ah. Pesta Pulau Pinang, buka kangkang you punya kaki. Let's see. Let's see, nhau出鏡咪咪lu. Lu 幾時聽到邊啲學嘅事到啲英國線嘅事聽？是舊年我朋友介紹我聽，講我去聽這邊啲學見咧，人覺得講笑話就好笑。啊，講笑話是笑話。笑。你講笑話是笑話。burung lah. burung 啊 ，burung kakak tu啊。咱咪聽我知道聽是讀斜嘅，佢人講錯話就好笑。我都是未頭一 episode 是叫咩頭一節？唔使講咧啊，mother-in-law 嘅嘢。哦，超老幾擺嚇。哇！做是特別。日本佬語，我講聽啦，你阿毛呢 ？Michael， 哎呦是阿毛，你我講聽啦，你是唔是到啲邊啲學嘅啦？咪你學到第一節，你到學學嘅話邊啲學嘅話嘛？你是唔是到啲邊啲學嘅話學到第一節就是學即邊啲學嘅抄話？對，誒你我嚇，
你講咩？我頭一擺我是伫大學嘅時候，我甲鄧人住伫上嘅房間啊，就是馬來西亞嘅鄧人啊。哦，馬來西亞鄧人啊。甲了嘅福建話過了一年啊，甲了嘅福建嘅臭話本。哦，所以伊毋是邊啲福建嘅學來是就啲被伊頂到讀冊嘅即大上房間嘅即朋友哦。誒，是唔是到你幫嘢為你去找伊，還是揀朋友？到啲你？唔是啊，冇想，唔是。OK，把這個三，把這個每個都較濟。然後特別好，我只是講到被，你先都冇講。就個頂到我頭落嘅時候，媽講：哎呦，咪講臭話啦！安怎能講臭話？我講，你那是咪講臭話？你咪真係邊啲學見你成日講你佢哋 dialect。一百都冇通 record 掉啊嘛，所以特別講成日平常時講嘅時候咯。所以大媽真係講到臭話去嘅嚇，我鳥厝驚，鳥厝驚聽老字bài。OK， แล้ว鳥厝驚，你到邊度一個？邊度中路？哦，中路啊，中路我冇告訴講。係咪告訴？你在中路，你是到中路多行嘅哦。啊，會使香港啦。用咯，我有去咧恒毅小學咧 church 有呀。我去一間 church 嘛，แล้วก็你在中路只出名一間伊靠開只一成啊，一 bagger 啊，一乞丐伊頭毛成古晒那行一步誒。小驚啦，小驚，誒有啲我是咪每兩廣告有啲個。有啲個。一隻 fashion 嘅嘛，你看是唔是隻上個咧 Lady Gaga 咧 Bad Romance 啦，咧 fashion high fashion 啊，你看。伊卡，伊冇你，maybe Lady Gaga copy 伊嘅咧。Lady Gaga copy 伊頭毛成古晒一部，你看咧嚇。maybe Lady Gaga。你伊個殼嚇，伊殼一隻 modern 伊殼是伊邊啊嘅迄個芯嚇，邊啊咧車殼位啊，是貼開起來個料到底起卡記得腰嘅位咋，所以行落時啊，削隻伊個殼，真正 modern 嘅一隻 style 嘅。我問講，隻小人啊，老實講，這唔是講笑，隻小人講是 idea 變得好嘅啫。OK， 或者，pasal bilang to think out from the box 啫嘛。tapi wah, halo tu yo 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Itu sejenis outside of the box. Outside of the goose side box 嘅頭。個有往後尾一個夾邊，唔是後尾一個是當咩？臭唔是，係咩山八角？山八角特別好啊！當佢山八角你買冇幫配啊，但係你買直幫配，後尾 start 是。我不多聽幫配。哦，你不多聽數哦 ，OK， 你是笑個不多聽。山八角。咁我知，你教應該未？啊袂，你紅包攞8塊半兩包。你無好我紅包就加講啊咯，無心嗰個。冇別嘅。水問你啦。唔，你去幫要訂隻對啊，在邊逼哦，訂隻。你有時。OK。你有對佢個數路，即山八角你是到落當然變點咩啊？邊頂。變點到一個。馬拉拜。哦，我俾幾點？哇！我本來我港腔。我港腔哦，港腔你到底港腔裏面啊？你港腔邊啊？你這是做港人，我港腔啊。港腔邊啊？了，你是唔是新加坡？我聽到3年，你個記錄新加是卡在我下人嘅。會記哦。會記。我是玩到邊啦？對，我記啊，你就叫只 surprise 嘛就。對是做過兩次啦。我你特你新加坡是起來一擺嘅路，你是新加坡嚟參加，我諗唔係福建嘅。對，我記這是真2年啦，唔是。這是3年整啊。攞3年整啊咯，定估啊。對。我聽早聽我是一實喺香港時嗰度聽。係咪香？哦，曉香，我想講到啲香港，我想講到啲香港嘅事，我想香港。曉香啊。對，แล้วรู้สิ安怎你估過來一擺呢？驚咗啊！我有起來聽，講冇起來講嘅。我夾讀有冇白啦，我間講我本啊。讀啊，全部留樣冇白講。講冇起來 show 嚟啦。
哦，對對對，好，你我未記看你即個 live stream 嘅 chat 啊，唔知有冇 special 係咪物件，到底係本咯未記 chat option， wait allow links，OK， 很屌聽種古西嘎嘎，你講古西嘎嘎，你直接講嘅咯嚟浪，你一個有即有時講技術誒 ，OK， 有時是啷知唔知？有時是我捌一隻股我知隻股誒，我細漢時都捌嘅。有時，一無情佢走嚟走去。誒有咩？我有咩？冇啦，講笑嘅啦。有啦，但諗應該，但你打波們是，但打波見他們是有打波們上來頂，是講打波無股不跳一跳。出嚟嘅啦，你是唔是？我每看人打波嘅了啦，咱正打波啦嚇。佢 can 的話399咪是打波本咯，冇講笑。399，小驚嚟浪阿毛咪是多魯尼，加389條，咱有小細漢囡仔小英無情況嘅。哦，但就是等我看直播我冇，冇啦399你都冇估乜，跟住我會變都播你。阿咪阿 John， 你講一半，點知一病嘢咧？係你是叫 import as export 啦，你是叫猜 import export，小驚咯喎。有啥股？你冇你股小英有啫，股不小英嘅冇咩？冇，而家冇。我想只隻對就只人，但人冇有一條成個是無情褲，是無情衫，無情褲咧，囡仔嘅小英就對嘅咋。就我冇。你冇小驚冇即個來浪呢？有。來浪有啊 ，OK， 嗱，即個阿毛呢？有啊。有阿毛。我細漢嘅時我真正歹勢，互人因為我會罵伊互人誇啦，伊互別個人誇。我就偷睇我就放下佇我家己嘅房間無互人誇。哦，你嘛是就大人嚟講，你俾你看咧，阿毛個筆，阿毛蕉。阿毛蕉對，你一個阿毛蕉咪冇上咋，伊直冇上，伊冇。喲，對阿毛係blue冇上食，伊個蕉毛冇上食。毛。本來咕筆嘅時都冇毛，咱講細漢。上還是冇毛食過，你一個，我咪就係咯，特別我講嘅。打波唔是我講啦，是別人講嘅，即係特別嘅邊講嘅，但是就卜咧，就是係咪啊？那叫卜是冇毛，翅膀是有毛然後咕筆是冇毛啊，然後籃球嘅是有毛我未記啊咩？哎呦，嚇，你一個嗱下阿毛未，阿毛走入去。阿毛聽你估啊，佢驚咩未啦？就係關事就好。個有米絲呢？米絲都有毛。米絲有毛？唔是米絲都毛。你有見到小英哦？我冇情況見到小英。冇，你好我去中國嘅時啊，時候我個翕到你囡仔，伊人真暑假咧，伊人囡仔嘅褲啊，着嘛時候無冚嘅嘛，所以我看你卡穿，我看你有嗰隻出面，我翕到小英，我翕咗件事，我冇嘢嘛講啫。哦，伊嘛咩路啊？冇嘢嘛看到我唔是翕你見個骨蕉。幾歲？真係細漢啊 ，I think 2-3歲呢。一個泡嘅規粒成個巴掌嘅呢，我伊嘛個可以穿衫哩，衫真正硬呢，安尼一咕蕉個走出來隻，一看出個看到隻，安怎看？笑我不到天我在頭前開啦，安怎後尾開我冇明白。可能伊買嘅衫唔知伊嘛是分段嗰隻物件加你扛加大加去卡穿入邊，所以頭放西放。放西放就 expose 啦，哦。
奇怪。後輩啦 ，sekali goose。個了個有到你有見啊，冇情況效應哦。冇啊，我冇見得冇情況效應啊。哦，做咩事呢？阿 John，把要叫你 call 伊。OK，把要對嚟啊 ，OK。然後肯定每把要看要冇情況效應，頭一個問題就是咩個？伊件我都幾新伊件。伊件冇情況效應啊，買啊，我會每個路人答我。都愛講白伊個伊個件嘛。有問咧笑啦，扮當啊，喂，這地龜別發啊，別起。把要冚 live 先係把要。Hello。把要冚 live 先係，把要再佢打啊，個表冚 live 先啊，家家，唔知係我咩啦？冇料。把要。你細漢嘅時，不有細漢嘅，囡仔嘅小影響是冇情況嘅，看到佢不了。係喲，嗰啲大餅我都可以俾坐喺下邊嘅。你叫我啦，我幫到你直接誒。我補，喂，你變我該補佢啦，你變我該補佢。我講爛咗衰啊！係咪數？我 keeping 嘅時候係肥啲，我講見有潮嘅，講把呢棟有鬼。無，這是就細漢人講 baby 時兩三歲時話，你這上個是10歲啊，呢？幾歲咯？問講18歲啊，我死去。18歲唔是見啦。啊，10個。因為我買可落去嘛，แล้ว我考咯，แล้วยังคิดอยู่ยังว่า考咯，แล้วก็ว่ากัน落水嘛，เขาไปแล้ว潮嘅就歡喜啊，喺佢貴咗貴成股咯。超別，咱準備去話太平嘅巴厘島咧，就係 email 好吧要。แล้วก็389嚇冇。你冇本啊？安怎弄嘅咧？冇清曬冇。冇清課咧？我拍攝嘛。四係咪你有拍攝？四係咪有拍攝嘛？我有一點到第二包。我儲備，我儲備啲喎。1000塊美金了，我叫啦，哇！一人1000塊。我覺得咱較老誒 generation 咧才有來，咱4年就到了。哦，對啊，對。你講咱無啦，咱問講咱老啦，就 senior citizen。咱卡senior 咯。嚇，我人小嚟，咱個人冇翕咯。啊，翕咕咕不得。我見我翕啊。翕，我該翕。哦，有時。John 啊，當今袂使亂做翕，一隻冇大嚟咋。哦，個幾驚咧。你亂做翕，你小英啊，佢哋對，人講錯，對，抄 pornography 啊。你啊，伊 trace 你 computer 啊。有 C，袂使我袂使幫到啲話，把要免叫我咧，把要免叫我。袂使，要死！但我佢講，唔係我買看咧，我夾條咧，我佢講1000塊叫我叫你。但你咪是變咗 pornography 啊？是，袂使先先，大家嚟是請一幫先只掛就咁樣嚇，一幫先只掛清嘅。我調。吃你的香蕉，那怎麼講？冇啦，講下你講咗便當嘅啦，便當最慘嘅啦。特別唔是初一啊，對，今天唔是初一嘅，是初二啦。阿嬷。你有慶祝新當人新正啊？我聽到我本因為我住嘅位啊，無蝦米當人啊。哈。所以話我細漢嘅時啊，我本唔知當人家是一季啊，是幾季節啊。哈。我搞了本唔使。當今啊。因為我查某朋友是唐人啊，所以話特別伊是住喺唐山啦，所以佢這邊無做下。哦，你講 celebrate 啊，慶祝啊，慶祝啊，你無蝦米慶祝啊？是，你查某朋友當今嗰時到啲中國個？
對對對。是，你有去吹，有想去吹哦，有等去吹哦。你對澳大利亞都冇吹到過啦。我一年一擺爾啦，黃金嘛。你是 Australia 嘅 citizen 還是港兵？唔是 New Zealand 港兵。古西蘭。哦，古西蘭啊，古西蘭嘅港兵。是古西蘭嘅港兵佢。誒咧，你雜話朋友有聽緊話？我教伊淡薄啊。伊是講咩話咧？大擺個女是講咩話？伊講柳州話啦。哦，係咩嚟啊？潮州啊。哦，潮州哦。廣西啊。你係講潮州話呢？唔是潮州，唔是潮州。哦，唔是柳州啊。柳州就廣西先。我本邊有咩嚟？係咩話？你講幾句話？哎呀，江華的，江柳州華的。喲，一直在搞哦，一直在搞。哎呦，死人個失敗啊，做等人。華語啊，你想個華語？想個華語啊？歹勢，我未捌聽過無。我唔捌。特別你在中國呢，大隻最大叻嘅就是嘅。是咯。嗯。แล้ว等陣我個俾每個人先知今年咱看到啲，咱41分鐘之以後，咱咪講先知嘅話題。是咪講？你真係咩事？你真係咩事？我硬嘅拖。意思我別使講，我別使嘲笑大聲。人哋我答應佢日本豆腐要落一個歌，我嘲笑大聲，可能我聲歹氣，我未唱歌。今日節展會前嘛？是賀年啦，老賀年。然後我俾一人行，我每一人講賀年有蝦米運啊，蝦米物件叫人看下我你運嘅。咧一人行啊，特別我冇讀到，一個冇讀到。你到底寫鄧能字啊？我唔是寫鄧能字，即係我讀你知哦。你想我寫阿毛你勁啊？我冇寫阿毛你搞啫。我是讀你鄧能字，我看個目睭歪啊！哎呦，阿咪年阿咪，哎呦農曆阿咪個頭咪，你字㗎啦，我唔要睇。我以後讀是講讀一隻船。我那時講，那時我有 iPad 嚟講咧。來了，騙你算你也介紹也被包了伊。騙你算你個，唔是騙你算你，係 Apple。騙你算你。Apple iPad。Apple's iPad 嘛唉，嗱使佢配合嚟睇啫，我都時期變咗見幫廣告，แล้วตัว支持我就話到俾，你那時我有睇俾 iPad 嗰時，我個影塔正能冇，我唔知咩事個影塔，到底係我實在講笑呢？Anyway， 先至係咱講你老漢年，諗起咪直話 email 講住個講老漢年，但係到啲 Facebook 有時有一個人叫我老漢年，攏住知今年老漢年是有蝦米物件好啊，大歹，無好無歹。哦，這咯，住講，小驚，怎麼住講這？八友講一個，老學啦，你是笑咩？我做啊！我想要做，等，before 你講咧是，阿未講這個這後年有咩運氣是，咱每特人看，咱叫啊，你想咩？想狗。哦，你唔是想排骨啊？你生？頭啦。排骨狗。想排骨。你所以12上哪裡有拜過？咩亂搞？有啊，你人記變咧學嘅呢？我小笨笨啦，小笨笨，看到我每個口人變咧學嘅呢，12歲小上面，然後個小驚是小可啦。有。糯米不是小可咩？糯米。哈，個記冇未記？鳥豬。糯米小米沒有。糯米是小雞卡。
你真係學先。真都係女㗎。雞女雞卡，攞女攞卡，小雞叫你講咩？攞小米菇啊？冇小米菇，對。แล้วก็有時你有時。我小豬。我小豬，我那幾年攞隻鳥豬啊。แล้ว阿 John 啊，有薯膠。有薯膠滿是小豬啊？冇叫有薯膠做咩？鳥出街是當晚那時咯，安尼是特別嘅邊度俾介紹。鳥出街 recap 啫，鳥出街呢是到底英國嘅，跳到邊咧福建呢是一隻線嘛，到底英國咧跳到邊咧福建咧，當然對馬來西亞冇聽，冇啦，實際講笑，呢是個有來龍，我小羊，小羊啊，來龍小羊，OK，切糕誒，唔是小狗腰啊，來龍。小狗肉，來龍是小廚，來龍廚嗎？來龍八十萬攬咪來龍嘛，別個要上來龍哦。係啦，咩嚟龍啦？阿嬷是唔是小狗？阿嬷是唔是小狗？Sorry。阿嬷笑咩 ？Sorry。阿嬷咧特別嘅邊度比較尊敬嘅。阿嬷解啊講。阿嬷笑咩 ？Sorry， 阿嬷。小兔啊。Rabbit。你真做咩事我講笑？我未解釋啦，那是講，那是。唔知。做咩事玩笑？你捌聽過人講人叫阿嬷狗？阿嬷狗啊！你捌聽過哦？唔係，我講聽你個知啊，冇人叫你阿嬷狗，你唔知係咩物件？阿嬷嚇，你知明白未？嚇，因為我講聽，冇只水，我昂是阿嬷嚟嘛，你咪知咯。然後我去檳城嘅時候，我咪是要對我去檳城時去咁大嘅 shopping 嘅時，有人講，你記住注意下，你阿嬷狗幾樣？嗰時我走我教位昂講，你人叫你阿嬷狗意思就是老狗，意思就是 monkey 啊！哎呦 what？你我解釋佢聽做咩事？你知做咩事？人叫即等人叫阿嬷狗？誒，這就類似是吧？做咩事有人叫阿嬷狗？你知唔知？因為冇安尼做。嚇，冇安尼做，แล้วก็阿嬷像阿嬷你知昂誒配一啲嬷。阿嬷卡嘴。老狗卡嘴響咩？我唔知喎，卡嘴。阿嬷卡嘴硬啊！我老狗裏邊硬你嘛，阿嬷裏邊嘛。哦，佢哋卡嘴打到呢邊咩？我未รู้阿嬷你 offender 人叫你阿嬷狗。誒，我冇啦，好笑啦。講笑，但係我未打喊，我同我講。好嘅。哎呦，天公，是阿嬷是小兔。了，可有到到你？你是小啊？你是小咩？羊。小哦，你們是小羊啊？大媽就是小羊啊，我是小羊。我隻羊啦。剛就這樣。啊，來龍是小羊，來龍。我來龍我小羊。你唔是小海鮮啊？冇啦。到嗰個有你咩？แล้วก็鳥出街啦，咪講咯，小鳥出咯，小出。แล้ว米絲นี่唔是米絲走到去啊？米絲冇每一個啊，米絲，你是小尖啊？你小尖？我是小腰。小腰。如果人是小狗腰啦。我是小狗腰，未狗腰惡食嘅。哈，可是被收的。我是小狗。哦，小狗。แล้ว加上叫聲啊。我是鄧人雞阿嬷狗啦。哦，鄧人雞阿嬷狗，你應該是小雞啦，那邊。你做雞。小雞咯，阿嬷就是小狗咯。你應該是對鄧人嘅，人鄧人是正嘅水氣嘅嘛。雞頭狗背啊。特別依個狗呢特別讀車啦。哦，雞頭狗，你個狗呢？啊，你擼呢？上叫。我是一半狗一半雞咯，
我就好了咯，哇，浸波呢，我是男，你是雜精啊嚇！我猜我我丙精啦，羅水，羅精嘅啦，冇汁啊，冇雜唔是雜，以前三時講是比較雜嘅雜，雜是雜，像個雜去店菜店啊，雜去店嘅雜嘅參，知唔知？雜精雜菜啊咩啦，特啊雜菜嚇，隻雜菜唔是叫你隻雜味菜嘛？啲雜菜。啊 OK，แล้วก็ 有了，จุ嚟ลองย哇，你要嚟咯，我介紹咪就你見到呢隻係 Korean restaurant 咯。好食嚇，我爸個會死啊！隻咩？我講聽我對佢時候，即係鬼咩？我個爸個親個爸爸特別隻熟。等陣到對嚟講，個有頭晚住冇講掉啩，八幺冇講過。哇！我哋條講咩？哦，對，唔是八幺，等陣唔是八幺啊，389。yes，頂。你是小狗本啊？啊，小狗。你而家是小狗啊？好呀啦。你是阿毛，你是阿毛嚟啊？我唔是阿毛，我阿毛。你是阿毛。OK，然後我咪等陣，你講知唔知？就是我講偏嘅酸嚟，就是我講偏嘅酸嚟，我嚟講解釋啫。我去下面啊，去到了 Big Camera 是 electronic shop，แล้ว伊個日本人就愛電器嘅店。電器店。等，我俾解釋啫。我舊年是我咪是去對馬來西亞啦，對馬來西亞貴啊，咯嘛就講我去日本咯。我去日本嘅時候，我去賭麗浪咯，麗浪嘅好呢，坐我一時去行，特別特別你係咪啊？你換來佢未車，冇你借唔到火車係咪？借唔到火車，借唔到火車，我跟你講唔見唔到係，我唔知跟你講。我自己借唔到火車。哦，借唔到火車，你是換咯，你不得有啊，就去走去你火車站咪買辣子嚟食。咁依家好正咯，我嗰陣都換，你冇換嚟咁我就冇買咯。你換啦，我佢哋行，不得有走去買辣子嚟食，梗係好正。OK，然後我哋都咧是有人去Ginza Apple Store。我冇幫小英啊。是咯。因為我見你 Facebook 叫你啦，係咧 Flickr 啫。哦 ，Flickr 有咩？未真係 Flickr，嗰時 Facebook 啊，真係就 Facebook 有呀。哦 ，Tweetpic。對 Tweetpic，OK，我幫佢呢隻先進嘅時候，呢度幫我กับ即係嚟浪嘅時候，應該會識幫嘛？幫 skinny version 啊？嚇 ，skinny version，然後翕落掉水啊？翕落掉 skinny version。我成日有一條呢，然後未記收啲 other ones 啊。我有 skinny version。你有啊，好，OK，按照我冇嚇，我唔是寄好我自己咩？未記啊 ，anyway， 你寄好我 skinny version。OK。แล้วลูกเกี่ยวว่า skinny version แล้วปังที่สินเจียสิแล้วเก็บไป講當然講下面啦，講到到了啊，去แล้วว่า去電器店嚇，電器店嚇，แล้ว日本人喺阿摩人講阿摩，佢咪講阿摩激阿摩橋，阿摩橋，迄個他們啦 Panasonic 啊，別用阿摩橋用講。偏的 Sony， 你知道？偏的 Sony， 有中國人講話咩？偏的 Sony。係咯，就是哦。誒，好似經要講等啦話本嚟哦。一等人講就真準哦。伊是要摸呢，別在做咩事？偏的 Sony。偏的 Sony，依隻係當中國劇本咯。偏的 Sony 啊。哦，偏的 Sony。Yang the Sonic 啊 maybe 阿媽唔是 English 咧，而是 those European 咧。哦，我知道啊。European 講偏的 Sonic 嘅咩？啊，鄧山人講嘅。Korean 是 Korean 講，但係阿摩是日本人講咋。偏的 Sonic。對，แล้ว當然。係咪？
Toshi。安尼伊嘛是講請嘅聲，你咪是多西巴咯，多西巴，多西巴啦，頂多啦做工人多西巴。多西巴，打包啊是多西巴。OK， 咱講到對真正，講到對咱嘅小學今年有聽講無好咧。看嘛，小隊人好嗎？看啦，冇啦，今年幾年好年甲學。一人講。這擺冇啦，小組差不多呢，小組特已經無好啦，特已經講唔少啦。今年嘅特別，小組特別嘅啦，數目指標。嚟講吧，要講。我小組。因為今年今年初二嘛，其實頂一個禮拜四啊，拜四是 first day of spring 咯，所以佢直接因為我嘅公司咧，我嘅頭家唔使講啊，我嘅頭家是阿摩，特別伊是檳城大伯公嘅老祖啊，所以有啲人家在講我嘅頭家是最真出名嘅。OK 了。我嘅頭家是檳城大伯公老祖了，伊嘅大伯公指點解講，佢直接拜四咧。要穿紅衫，因為今年嘅雨真惡。伊你若較直接，你無做工，你若坐伫厝咧條你有事嘅，你規年條都袂有事。你要較直接穿紅衫，野鐳，deposit 1箍10箍本好 ，deposit 落你 bank 內面，互你 bank 有鐳，然後你做工。然後我小嘅時，我看到 email 有人 send，我想是假嘅咗。然後大伯講上物件。11號啊？然後2月11號啊？是拜四對，唔是。唔是2月11號，2月4號。立春把都貴了啦，拜二啊！死人面我冇當別 deposit 掉。你冇架仔同我講。你邊有啲師傅啊？立春貴啊嘛，立春2月2號。哦，立春啊！2號啦，立春。2號。立春4號啦，4號，2月4號。4號。因為佢直接咱若有注意到啦，其實家地板山嘅老姨，敢若穿紅衫，對，就是因為安尼事。你要做工，你袂使佇厝休息，因為你若休息佢只好就感覺到講你今年你笨蛋，所以衝你。shit，等我看佢直接有落雪哦，落雪啊！講我往時到處做工落雪時。阿John，咱又見嗰時好嚟啦，教運 friend 嘛。咩物件 ？Not necessarily 入 big office。哦，做工都會使啊。哦 ，OK。等我看下先。做工都會使了嚇。你穿紅色底褲啊？等我看我穿咩色嘅衫，我未記好啊。幾號？2月4號。2月4號。interactive， 我未記我做咩。哎呦，我唔知有穿紅衫哦，等我未記啊，我等穿到啲波都會使。等我去 check 我 ATM， 我去 mascara 啦，我把 mascara， 我就未去穿嘅咧。mascara 都結佢到好。把打我呢好數，佢咪變得學嘅朋友報謝啦 ，please。冇問題，我叫人命嘛，講白講。有見咱邊咧學人，係咪物件？係咪物件冇辦咧？咱夾特佢只講幾個數，個咁冇個辦。OK，你有講？我今年我來教我。啊，我嚟教你。啊，你走去望河頭。望河頭安尼呢？搭一個頭，會底係對面嘅。對面嘅。哪了？這有望河頭驚孫會出頭。哦，我冇驚孫。望河魚。嚇，望河魚。แล้ว望河魚咧，嚇魚啊咯，健康食百字。哦，食個百字。望河脆啊，萬幾望河貴。係咪博貴？係咪貴？望河脆，萬年多學貴。學貴啫咩？哦，富貴。是望河脆，萬年有幫貴咩？望河，明年睇啲輪幫配。嚇，望河脆嘅呢個幫配。望河係咪？望河來咩？望河舌啊！望河線，望河係線骨。喲，等陣你咪是為什麼當啊？你咯？
望可先，讓佢哋話對對朋友，望可先，咩呢？係咪？望可吹班呢大學攰。我就係可先呢？咩呢？拍可先，拍可先。สุหินแกโฮบันสุหินแกเหอวันสุซิงแกเหอวันสุซิงแล้วบองฮอคาแม่นี้เสกยัสอุลัมพาลำ我仔啊對冇啦見呢嚿嘢你แม่นี้ก็ต้อง做爸爸啦我想冇啦冇撈嘅正係是比昂比隻大幫林拍木林拍sorry 幫拖卡咩呢比昂咩呢度傻卡比昂隻比大就俾佢度傻卡邊個隻แล้วบองคอบวยเลยมีชุดเฮ้ยบองคอบวย係咪บวย係咪會นี้ชุนแกเฮ้ย呢ชุนแกเฮ้ยฮะ喂傾鬆講บองคอปอบ every year also eat 豆卜然後บองคอปอบบองคอปอบ但你隻豆卜我咁埋，或者即壓咯。OK，但係隻咖喱麵。我啦，咗薯界噃。嚇，得嚟。隻我蝦你碌薯界。嚇，帶嚟。幫荷蘭。嚇。英灣名路蘭。哦，我特知幫。自己嘅使啊，自己嘅使啊。啊，先做咩蘭啦？唔是蘭啦。你是講我想你講佢幫佢哋平常時嘅人，你上可能就使啊。未使啦，安尼我真掉臉。本來俾佢幫佢爛啦，你佢幫佢頭嚟啊嘛，佢疏人嚟啊。等陣講到幫可，下你講，我學你學攝影。喂，幫可西。咩你隻狗西？前頂多仔，前頂多仔。等我學人看，幫可。幫可嘅攝影，我到啲錄緊嘅。喂，安尼好食啊！佢哋幫可，我多黑仔啦今年，特別冇即係唔是今年幫我只你正，佢哋真係點嘢？我覺得斷嘅了啊！只個啲個，錄緊，讓錄緊佢哋話幫可頭。即係乜事都係，你試唔試？我少年嘅事啦，你試。我幫可係不多嘅幫可嘅頭，即係我去上地市翕嘅時候，我自己去上地市俾佢翕。你留開咪真加 feel。知唔知啦？這是Bangkok嘅嚇。嚇Bangkok嘅。我難過要去。我難過去邊？你咪去幫伊個荷包包，咪你睇隻豆包。唔係，你係教啊？你係教啊？嘅，正冇正。三 QQ，你幫佢包包一下，伊俾教你喲，你講講我，你幫到佢個包包。是冷舌刀嘛？唔係。我計是幫你夾。我講住你。嚇，講住你講。我係皮坑，但係大坑。喲。哎呦！唔係啦，A 啦，大坑咁貴啊。喲，冇啦，我皮坑啦。坑嘛，係。啷計夠更，啷更啦，啷更，啷計笑線啊，啷啊，有時講。我要去困了啦，我3點啦。你冇通講到幾？你是咪講幾個歲啊？冇啦，我是愛做雞煲呢。哦，好啦，咁時候你嚟參加，特別我笑打啦，我未笑啊。啷個直接俾包槍咯？
感謝你有事，拜拜。喂，困啦，拜拜啊！拜拜。OK， 我被 comment， 本來我是打，恭喜發財各位聽眾，真正歡喜讓大年到對來賀年、做年、過年、老舊年，佔年咧，個月年到對來，冇啊，啷一記，就一記12生肖，邊個學見12生肖？冇啷一記。我已經一出二股3號4號50 6抓7咧8鳥9 9應該是雞10 11 11 9 12有冇對人走？唔是人講檳城福建嘅 version 咧12生肖。哎呦 ，excuse me， 這人 sorry 啊，歹勢啫啦，我到底同你講了，個跟你講。哈，新疆人唔捌聽過，我講你聽到到底係11月9號嘅時，到底我到底邊個福建嘅網頁會 post 11月9號2006年嘅時話吧，我同你講聽。哇！邊個福建嘅12生肖，邊個福建12生肖，等我俾網頁估就係邊個福建12生肖，一善堂。G lock 吉多 G lock 三鳥四米菇五槍 elephant 啊 elephant 五槍槍冇啊唔係辣椒切碰珠壁虎膠鴨等陣執蝦執一晒十字山虎假如無人知，嗱，會記哦，當見講聽一善堂2樂3鳥4米菇5鳥6椒7碰珠壁虎9鴨執蝦執一曬。12雙虎架都冇人知，即係我是攞清空6年時候，我啲架度一人拍殼嘅時候，我自己做出來嘅啫。所以我12生肖，我新椒唔知你讓特別到對去學一下，我讓到對去邊個學嘅嘅朋友，就是講你 type in 就生肖 SNEH 你就吹到12生肖，就係背起來啊，忘未記。OK， 感謝我嘅聽眾，這個禮拜聽眾是399，但唔是聽眾。現場聽眾感謝人30幾天，個有我人即個檳城福建嘅特別嘉賓399小鏡糯米麗龍有時阿摩米斯多羅尼鳥手鏡38998油。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咱下個禮拜個到底來再見佢。下個禮拜個新正話題個嚇，下個禮拜個是少是新正個，唔是關係嘅新正。下禮拜啦，下禮嚇？下禮拜咩？下禮拜啦，唔是下禮拜六啦，人下禮拜1啦。係。下禮肯定落了個咁。佢冇請啊！等陣下禮拜六個咁講。我車，你是把油喺後邊啊把油。我冇鬧我車啦嘛。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